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时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一起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主你的恩典。这时请大家先安静自己的心，来为今日的主日礼拜、主日敬拜来预备心。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也求主让主日礼拜的讲道信息进到我们的心，并按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你的爱和恩典是何其美好！因此你的恩典，我们得以获得拯救，远离罪和死亡。主啊，你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在黑暗中，你的爱牵引着我们，带我们走入光明，并派遣天使天军围绕着我们。主啊，你的声音轻轻呼唤着我们的名字，被圣灵充满。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在世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是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加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维护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谢谢你为了救赎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单单的渴慕敬拜你，单单的来仰望你。接下来我们为了几件事来祷告，为着感谢赞美主的祷告。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你是配得所有的颂赞。接着我们为着认罪和悔改罪的祷告，求主饶恕我们的骄傲、自以为意的态度，求主来赦免。接着我们为着教会病痛、凶解得医治来祷告。无论是长期静养康复中，近期接受治疗，都求主你医治到完全。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能够来主日敬拜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向你来认罪悔改，真的是在做错的地方，在思想上、生活上有得罪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真的是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来带领我们的罪，我们为教会。主啊，你是配的，你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我们活着就是要来敬拜你，全心全人来敬拜赞美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
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主啊，或许我们在生命中有伤害、攻击到别人，我们都愿意从犯罪中回转向你，求主来赦免我们，使我们的灵要得到自由，不受捆绑。主啊，当恩典被高举时，医治就会永留。求主来医治教会有病痛的兄姐，赐下医治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使有病痛的变成没有病痛，有癌症的变成没有癌症，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说他病重在他，有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不给他医治脱床，求主挪去他们的病痛或害怕，有平安得医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孩子这样祷告，就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接下来，我们为着南部缺水来祷告，求主施恩，在近期内能降下充沛的雨水，不受限水的困扰。为着教会事工和国度福音来祷告，求主带领我每个事工都能合乎神的旨意。接着我们为着今日主日礼拜来祷告，求主赐下一颗谦卑柔软的心，在我们的心上虚心领受他的话语，一生都行在主你的旨意上。我们一起同心开口祷告。丰盛的雨水在南台湾这块土地，让水库的水有足够的水量供应给人民，而不受限水的困扰。求圣灵的大雨快快降临，也求主亲自掌权，来带领我们教会的每项事工。无论门徒学校课程、教育装备的课程，使我们的灵命都能成长，活出信仰，为主做见证。也求主你的圣灵充满在支牧师、长子、小组长、团队首长身上，让他们行公义，好怜悯，谦卑，与你同行，并使人赐福在他们家庭、工作、服事、身心灵都健壮。也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迫切传福音的心，带领人来进入你的国度，知道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也是赐下真正平安的神。我们也为今天牧师的讲道和今天主日的过程，都有主你的同在，充满着馨香之气和满满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就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时请会众一起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就是你紧紧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是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神你你爱牵引着我，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是围绕带领我看见你。
使一般的来敬拜主。圣灵的火就要当中来点燃，我们要被主来眺望。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里发光宣扬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有力量，我们是君尊的圣洁祭司。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主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在这地发光宣扬主，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是的，我们的神是要带领我们在他的恩典中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往前行，走在神的恩典中。神领我
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田园，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应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田园，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我心向往主的许，主的话语我必遵行，每一步有主的带领，我一生跟主向前行，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妈妈每天为我而讲，引领我思念我活着常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妈妈每天为我而讲，主旷野主美地，我一生跟随主到底，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行在耶和华的心是恩典中，心是恩典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妈妈每天为我而讲，引领我思念我活着单靠神话语，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妈妈每天为我而讲，主旷野主美地，我一生跟随主到底，我一生的心是为了妈妈每天为我而讲，引领我思念我活着单靠
父，我们用热情高唱，我们要舞动举手敬拜你，是因为我们在主你面前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美好。我们用渴慕的心来到主你面前，全心敬拜，全心赞美，也同心祷告。神啊，愿你降临在你的会幕，愿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这里是你的宝座，我们屈膝在你面前。神啊，求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敬拜者，每一个都是祭司，因为主你悦纳在你面前用信心、用诚实敬拜的人。愿今天的敬拜荣耀归给你，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着恩膏与祝福。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记载在有两个经节。第一个是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20节，另外一处是路加福音4章16到19节。我们一同来念。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当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的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派我对主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悦。”愿上帝垂听他话语的人。这时候，我们请圣歌队来献诗。他所要献的诗歌是《压缩我的愿望》。讲道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讲道。他今天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宣扬喜年的福音。
感谢主，好，我们一起赞美主，谢谢圣歌队啊！好，我们平常圣歌队都是侍奉第一堂礼拜，那我们有时候会安排圣歌队来唱第二堂，那小组的诗班来献诗在第一堂。那当然有不同的期待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第二堂礼拜的弟兄姐妹比较习惯敬拜赞美。是单音的赞美哈，那我们请圣歌队来唱第二堂，也让许多年轻一辈的会友知道说，这个诗班合唱哈是好几百年的美好的传统。那目的也是希望说，年轻的你的歌声那么好除了唱卡拉 OK 之外，太可惜了，对不对？来参加我们的圣歌队，那四部合唱，你会发现那个美好哈这个是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是因为我们小组在第一堂礼拜，他们另外有一个需求，就是我们第一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的比例比较低啦，因为是传统的基督徒，他习惯做礼拜习惯参加大型的团契如果有小组彼此造就、彼此栽培彼此关怀，那是非常好的事情。好，感谢主。那今天圣歌队下午还有服事啦，我们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在分享主话语之前，也有一个提醒哈。等一下，我们有第二堂礼拜在那个讲道完呢，我们有一个医治的祷告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感动，愿意到神面前求神开恩，求神医治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或是心灵上有什么软弱，或是你有什么重大的这个前面的道路要走，求主带领，我们都可以预备心等一下一起来。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我们先来做祷告。是不是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同心聚会敬拜，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我们随时都有得到神恩典、启示以及话语的生命的教导。我们因为开放的心、渴慕的心，神的动工就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主，愿主的话语成就，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教导。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本来今天应该是台南神学院的主日照一般的往例，就是差派来的牧师他要负责讲2堂这一堂本来就是陈信昌牧师要讲是我的同学。不过今年神学院因为安排的有一点出错，就是说夏牧师上个礼拜就派到别的地方去讲道所以不能跟现在这个陈牧师他们教会互相交换陈牧师因为他们自己教会
人数比较少，还有神学生去那边主理他必须要赶回去来关心他们的会友所以第2堂就是说夏牧师自己来分享。不过同样的，也要代表台南神学院来邀请弟兄姐妹，大家同心来关怀这间台湾最老的大学了已经150多年的历史了。那时代变化我们需要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献身来到神学院受造就以前呢，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时代，那个时候大学比较少，所以神学院有设大学部，就是一般的学院部，很多的那个科系很多至少有神学系啦有研究系啦，还有社会系，有音乐系，还有我们的这个幼教，那些年轻人聚在一起，非常的热闹。那牧师刚好享受到那个时代最热闹的时代。不过因为现在普设大学了很多人就基础的学士都到大学去上课，所以现在变成说研究所的阶段才进来，要献身读研究所，要成为牧者仆人，也都是读3年那时间比较短一点。那因为这样那个神学院的学生的数量稍微有下降这个也是需要我们一起关心的。当然我们手中都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请安信因为时间也不够，今天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医治祷告，还有颁奖，那所以那个影片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播放，因为那要5、6分钟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着这些资料，如果你有感动呢，可以用奉献袋来做奉献。今天不方便，也许下个礼拜也可以来补奉献这样子。那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跟这个神学院他所栽培的主的仆人，就是要献身为主传福音。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宣扬喜年的福音。那我们有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也可以重复来复习了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宣教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再一次复习一下，就是上帝呢，他要我们一生传扬福音，领人归向基督，而且差派人继续去布道，这是他造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那教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领受这样的能量你叫他说传福音，他自己自顾不暇，一定是你领受到恩典嘛，你才会讲福音就很像说你得到了恩惠，你会觉得很想要去分享给别人你得到了好处，你会讲说你看我多棒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所以基督徒灵命如果不够扎实，他本身没有亲自领受到这样的祝福的恩典，你说要他讲什么呢？他自己都自顾不暇还有办法讲吗？所以宣教传福音看起来是一个议题啦，但其实跟整个生命有关所以他创造我们，就是让我们把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你要先领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福音就是什么呢？上帝拯救罪人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不讲出去就不算好消息就好像冰在罐子里面，那些好的药都没有用到，好的咖啡没有喝到，好的很香的东西你就没有闻到嘛所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宣教的真理。那我们就可以说，耶稣本身就是福音，主耶稣本身就是福音，他就是第一位宣教士，这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他本身现身说法，宣扬自己是从上帝差派来的独生子，他要拯救世人，所以他本身就是现身说法。他本身在加利利各地或是犹太各地传扬福音，医治病人。那为了要见证他是被神所差派的人子，他是救赎者，他是基督。好，那我们可以说，福音就是上帝赐给人的喜年。喜年是犹太人的习俗50年，就是一个所有的恩典都同样集中了，所有的福气就同样这个时候展现了，所有的礼物也在这个时候呈现给神了。那也普施各样的我们所谓的
恩惠，或是照顾那些受苦的、那些艰难的、那些孤儿寡妇，或是那些外邦居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的，都是他这个喜年的福音。所以喜年就是一种大恩典的年，大恩典的年，也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怎么样呢？不使人不再做罪跟撒旦的奴隶，重得自由，使人进入他的安息，使人重得属灵的产业。那既然这么棒，一定要有执行者嘛，有宣扬者嘛，有传递者嘛。好，那我们看耶稣他怎么样宣扬福音。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经文路加4章16到19节，这一个典范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型了这个模型怎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起头路加福音4章16节，他提到说，耶稣在拿撒勒的一个会堂，照正常像我们今天一样，大家来做礼拜，大家来一起聚集。那竟然有人拿了一本书，叫做以赛亚书给耶稣，耶稣就欢以赛亚书是圣经里面分量比较大的，对不对？诗篇最长嘛，以赛亚差不多是第三的分量的。当时呢，不是像我们现在一本圣经翻一翻几页几页它是一个牛皮卷起来的，所以耶稣竟然一直翻，前面几章就很快就翻到了嘛。他一直卷到什么？以赛亚书的61章已经快结束了嘛。的1到2节就念了这一段话，所以耶稣用这一段话来开启了他的宣教生涯3年，而且也落实了他所念的这段经文，以赛亚的经文也成为他宣教的一个典范。什么典范呢？你看他这么说：主的灵，上帝的灵圣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好，下面是他的任务，很清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是因为主的灵在我身上，不是随便有一个人派你做一件事情可有可无，要做不做你可以自己决定，而是上帝的灵在他身上，用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任务，不是随便乱高的是指定你了，差派你了。好，做3件事情，就是2到4。一个是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第二个是瞎眼的得看见，而且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然，这段话以赛亚书，然后被耶稣所引用。后来这段话就成为我们教会基督教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宣教的内涵。不过，因为他的讲的话是一种原则，所以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时代，有人会对他做不同的诠释。有的是照文字的诠释。被掳的时候就是被抓的被抓要把他释放在监狱里面要出来那以色列百姓被关的，或是被抓的，或是被掳的太多了。第二个，一下也能看见，是肉体的眼睛看见，还是属灵的眼睛被看见？受压制的是什么？当然，以前可能是一个国家压制他国内的国民，可能是不同的种族，这些是一种大型的压制。有可能是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公司，我们生活上会碰到很多受压制的，职场霸凌，对不对？学校的霸凌，很多年轻的学子在学校受不了那个霸凌，就发生意外，你知道吗？前几天还报新闻，报得很严重，很厉害。好，那我们是一个总瓜了可能你可以运用这些经文成为你
实境上，或你生活上，或是你所处的社会、你的团体，但是在这边是耶稣用一个原则性的给我们做一个教导。这些教导呢，我们可以分几段来讲。第一个，耶稣他宣告的时候，我们知道宣教是需要圣灵的充满和恩膏。宣教不是一个事业而已，不是一个活动、一个任务而已，而是因为要包含着圣灵的工作，这样才产生果效。我们弟兄姐妹一定有很多经验，有时候好热心传福音给我们的朋友啦、亲戚啦，还有我们的长辈、晚辈啦、同学啦、同事，哇，传到最后都有一点懒了，因为觉得好像不动如山啦，讲不动啦，感觉很泄气啦。请记得耶稣，连耶稣传福音他都讲说，上帝的灵在我身上。所以传福音当然我们要讲究技巧，我们在推动幸福小组的时候，哇，这些同工都要演练呢，对不对？要行前演练得非常纯熟怎么样转这个婉转的把话语传达出来，让它有效果。但其实我们每一个小组在传福音的时候，都要先事前聚集，先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动工其实我讲错话，人家都听得非常的感动。如果讲的头头是道口齿清晰，但是他没有感动也没用所以耶稣很清楚，他的传福音第一个就是宣教需要圣灵充满和恩膏。所以4章18节就这样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好，那如果从他讲的这3个段落就是我们说最主轴的3个段落啦。这3个段落就是我们刚刚讲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这3个好像就是一个带头的，你在不同的情境就可以用这3个情境来含入你自己在所侍奉的这个项目当中，你所属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来用这样来学习第一个就是说，要宣教，要宣扬福音的信息，把福音的信息传讲出来。那传讲出来要做什么？第一个，被掳的得释放。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他讲到谁呢？就是撒该，有没有？撒该呢，他是一个矮子，被当时的社会所排斥的，因为他是一个税吏嘛，人家排斥他。虽然他很富有，但是心里不快乐。所以我们可以说，被掳的得释放是因为他接受了主耶稣，他渴慕主耶稣。主耶稣说：我今天要到你的家，然后他就得释放了。他还跟耶稣来做告白说：我要将我当时赚的可能是不义之财要一半给穷人了。讹诈别人要还给他。这个就是福音的释放。第二个，我们看到瞎眼的得看见。约翰福音3章1到15节，耶稣跟尼哥底母来谈福音，谈重生。尼哥底母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思考，原来的思考，说我怎么可能回到妈妈的肚子重新生出来呢？那耶稣给他告示了一个重新看见的，一个瞎眼的得看见，就是一个新的盼望，被圣灵所重生了。在主耶稣的救赎里面，宝血里面要得重生，不必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另外一个就是约翰福音4章5到10节又是耶稣跟撒玛利亚谈话这个就是受压制的得自由，一种释放。所以意思就是说，这3个故事可以引介到耶稣所讲的那三个释放的层面。那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中午天气热跑去井边来提水，是为什么？她跟撒该一样，也是被排斥啦。人家看到他就讨厌，或是甚至很多责备的话，或是很多在讽刺他的话都出来了。但是耶稣竟然对这位算是罪人的妇女讲出了他拯救的福音。我们说这段话就是敬拜神的人
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竟然是对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讲的。好，所以耶稣在宣讲，就是你要把福音的信息讲出来。第二个就是宣教需要以神迹奇事来证实福音。我们就会看今天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可16章15跟20节，说主耶稣跟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弟兄姐妹，当我们乐意接受神的恩典，我们求神的恩膏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勇敢说，神迹要彰显，我传福音是神要用神迹来证明我传的福音是对的，是正确的，是有力量的。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历代很多宣教师经历到了危险，从保罗开始，从初代的门徒开始，从那个腓力开始，这些我们最近在上了我们那个孙宝玲牧师的提摩太的课程，非常棒，因为他是一个学者，把一些我们看不出来的东西，让他讲出来，就发现到当时的门徒他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些苦难，愿意把福音传扬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的应许啦。我们看这段经文再复习一下，他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差派。但是我身上没有带一些给息那我怎么做啊？我去做也要不要像炮灰一样有去无回吗？不是。20节说，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同工的意思是说，你不孤单啦，你不该一个安尼做不落来啦，神跟你同在的啦，用神迹随着，用神迹随着。所以我们在上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的原始的课程的时候，那个杨喜忠牧师一直在提醒很多平信徒不是牧师甚至不是小组长，在福音现场传福音的时候，带有神的恩膏。你的祷告，很多人因为你的服事祷告，很多慕道友就在那边流眼泪，把自己心中的很多难处都讲了出来，很多的困境都是在那个时候特别的彰显。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来的，我们是有神的恩膏在我们当中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同工的，而且用神迹随着。哇！你随随便便，你敢说我要行神迹，那还得了？是因为你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神是要让你看见神迹，是为了得灵魂得拯救，而不是为了炫耀你自己多有能力呀。好，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一个为主宣扬的时候，用神迹奇事随着，那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如果看到这些资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除了有神迹奇事来陪伴之外，第4点，宣教需要以爱的服务行动来阐释见证福音，阐释见证福音。早上第一堂礼拜，我们的陈锡章牧师在这边分享，他的讲道真的是很风趣反正看到他就笑不停了。然后他这个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哇，你圣经多熟多熟练你敬拜赞美各样都很熟练，但是你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用行动，那其余都是大家只看外表，没有办法看到实质的感动。他是要实质去做，去努力，去把它实践出来。那基督徒最大能够彰显出神的作为，除了神迹之外，就是你要用爱的服务行动来阐释见证福音。因为神要从你所做的事情，让人家看见这个福音是有果效的，这福音是真正能够造就人的，这个福音是让软弱人得帮助的，是受苦的得释放的，受压制的得自由的，瞎眼的得看见的。
初代的宣教师来到我们台南，当时最优先的服事项目就是医疗行为，医疗。当时的西医他们的先进科技技术，足够让我们当时很多小病马上就得医治了，因为他们有科学的研究，知道什么药物就可以治疗这样的病。甚至当时台湾整个岛因为有热带的疾病蚊虫叮咬啦，有疟疾啦，有霍乱啦，有登革热啦，一大堆啊！很多人在这边生存不易耶，不像现在我们说台湾是个好居住的地方，那是经过多少人的牺牲跟努力才有的。我们的公共卫生世界有名啊，是因为我们很多人贡献出来。当时不是啊，所以呢，当时的宣教师一种药就可以医治好多人。比如说，当时不是有疟疾吗？就是西医他们已经研究出来，原来奎宁这种他们当时叫白药水，不知道怎么认识这个名称。那个白白的，好像乳液一样，或是像牛奶一样，喝完了，那个病就会控制住了。所以当时的医治真的是让很多人定得医治。我们如果在现场，很多3、4代或是4、5代以上的基督徒你都会听到你们的祖先或是你的祖先曾经是因为病得医治来信耶稣的，那是很实际的，对不对？甚至当时在山区很多原住民或是我们所谓的平埔族，当时没有什么好的医疗，甚至连中医也没有，他们就是来接触了宣教师得到医治。所以每一个时代不同啊。现代台湾医疗的技术世界有名了那也许你用医疗的行为，人家并不一定有需求，但是你跟这些弱势者、那些软弱需要帮助的人同在，他们都看见你所做的，用爱的服务来见证神的福音。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马可福音2章15到17节，耶稣当时在安息日的时候，就跑去跟税吏跟罪人一起聚集。当时的教会当局对这样很讨厌。第一个，安息日怎么可以去跟人家这个一起聚餐呢？第二个，税吏跟罪人本身就是必须要淘汰的，你怎么去找他们呢？那耶稣就是专门关心这个弱势者，去让他们知道说，耶稣基督的拯救跟福音不是挑人的啦，而是愿意悔改接受的人都是他所爱的。你在神的眼中就是最珍贵的那一位。就像说你有不同的恩赐，他的恩赐在神面前是一个宝贵的，你的恩赐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不值一提，但是神也是看中了你。所以基督徒在神面前最大宝贵的是，你在神面前要有信心，知道神创造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青菜的不是偶尔什么做坏的产品，不是啦，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旨意。早上陈牧师他也提到一点他说有时候好事不一定是永远是好事，坏事不一定是永远是坏事，有时候是祸福相依啦。重点是要让爱主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那你如果有信仰的根基，你就会发现万事互相效力真的是奇妙无比。如果没有，你会讲说那我怎么有把握呢？我怎么有把握？怎么真的呢？明明坏事就坏事怎么会发生在我变好事呢？神让它改变。好，那第二个例子是马可福音2章15到17节这个文字有一点弄错了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个1章的40到42节没有改到1章的40到42节，就是说耶稣动了慈心，伸手摸了长大麻风的，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让这些受苦的或是眼睛瞎的得看见的，象征意就是说病痛得医治那第三个马可福音2章27到28节，受压制的得自由。有时候是在一种体制之下痛苦不堪当时
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用很多的规章制度，让当时的百姓喘不过气来。安息日要怎么守啦？什么习俗要怎么守啦？什么规定要怎么守啦？什么应该吃，什么不该吃啦？那个就是一种压制啊。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说，27节说，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好，我们把这3个大段落，神的释放，这个喜怜的福音，耶稣用这样很多的实际的行动来见证他所传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喜怜的福音就是耶稣传福音的本质，耶稣传福音的本质。前几个礼拜我听到我们教会的子兰执事他跟牧师跟我们的魏鹏区长谈很久，他很想要神给他的感动，要创立一个福音基地。这个福音基地，他竟然神给他很奇妙的一个应许，他说：“你就是要用路加福音4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18节，来作为你的一个行动的纲领。”然后他就准备，在下个月准备要把它实现出来，所以他就用路加福音4章18节，你看他多有创意。他说4:18，对不对？4章18节叫做4:18。下一次当他开幕的时候，你去看到他用什么叫4:18？他就希望说去接触这些年轻人，去接触这些年轻的学子，希望有一个不在教堂里面设的一个福音基地，让人家愿意去那边喝杯咖啡啦，吃一点东西啦，然后得到福音的好处。神很奇妙，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努力去做，我们也为他们祝福弟兄姐妹，牧师最后要讲几个故事，来告诉我们说，传福音虽然有很多的挑战，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一个很大的障碍，但是有神的同在，他会让福音的效果传扬出来。有2、3个小故事，我们一起来追寻先辈传福音的脚迹。首先要谈的就是上个礼拜刚好有白水溪教会的小朋友来唱歌，还有他们的长老来见证。那刚好就是也提到白水溪教会已经40-50年的历史了，比我们教会大了3倍历史大了3倍。那这间教会很有来头虽然他们来报告的时候说，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中壮年都离开了家乡了，需要大家来支援。上个礼拜在义卖的时候，听说很多人都很热衷帮他们协助他们他们所有的带来的产品都卖光了他们可以高高兴兴的回去。而且我们教会第2堂礼拜我们的聚餐我们的爱餐剩下的都给他们带回去，因为他们的小朋友需要这些食物那为什么说很有来头？因为提到一个点是甘维尼牧师，这位初期的宣教师，长老教会初期的宣教师，他在白水溪曾经遭遇苦难。这位苏格兰来的宣教师，他在台湾一共46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还不到46岁，他竟然在这边46年，大概是比台南神学院的院长巴克里牧师少一点。巴克里在这边60年，他在这边46年。他发生了一个白水溪这个火烧白水溪事件因为他在1875年去巡视白水溪教会，也不是说去巡视啦，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白河那个地方就是在山区的交界跟平地的交界。当时清朝在管理台湾有一点松松散散的，有点类似说这个地方的安全税收就交给你这个土霸，就当地的头人就对了有点像我们今天
那个角头啊呢哈，就你负责帮我管理。所以那个人很像是政府委托的，又像黑道，那在乡里那边作威作福，这个叫吴志高啊，口天吴啊，志气的志啊，很高对外宣称他是政府的代表其实他就是当地的恶霸，他竟然很讨厌宣教师怎么把福音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干扰我们，他用各种奇怪的理由去抵制就对了。其中一个理由说：“哎呀，你们教会在这边设在这边让我们这个庙宇不兴了，不行了。”第二个，他有一个姨太太过世了埋葬在附近。他说：“你们这个教会这个触犯了我们这个风水，这样子，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去攻击。”到最后真的那么严重呢？当时有一个传道，就是刚刚才学习在教会服侍的。被派到白水溪，他听到非常的危急，因为他们用他姨太太的坟墓的风水要来把整间房子拆掉所以赶快派人来拜托说，甘维尼牧师你能不能来能不能来？因为他想说外国人来总是你要尊重一下嘛这个就是甘维尼牧师他年轻时代的照片这个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胡须白的这间。是白水溪，你上个礼拜那个沈长老在介绍白水溪，你注意看白水溪就是那个白河水库绿色、蓝色的就是白河水库，它的延伸对不对不过现在缺水了，看来它要变干掉了它的水库下游就是林子内教会，水库内的就是白水溪教会，所以这两间教会一个在山区，一个在下面那我们比较常去林子内教会了。甘维尼牧师兼程跑去，要安抚这位传道，因为他很害怕，所以那一天晚上就住在那边。那以下就是甘维尼牧师他自己讲的，他自己写回忆录写下他当时的感受那时间的关系，我能挑重点来讲。这一间就是白水溪教会白水溪教会一间小小的教堂，在山里面看到周边都是树木，还有什么槟榔那一类的这个风景非常漂亮。那这个甘维尼牧师遇到事件之后呢，我们总会设了一个纪念碑在那边。下一次如果有机会，你们可以小组啦去那边走走除了去林子内以外，来白水溪也不错他这样回头讲他说半夜之后，我为喊声所惊醒，我的卧室跟会堂相连，会堂已经着火了。卧室跟会堂相连，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是老的长老教会的信徒，你就知道说以前牧师馆不叫牧师馆叫做修处，没听过吗？修处的意思是说，礼拜堂不是刚刚讲的那个尖尖的吗？尖尖的吗？对不对？尖尖的一个教堂后面再搭一个斜顶的，然后从后门进去就是牧师的宿舍。所以他说会堂着火了他的宿舍也差不多一受灾了他说当时是用竹子做的房子啦，竹篮的窗户望出去，我看见一群凶暴的流氓放火焚烧会堂和我们所住的屋顶。再来，这个吴志高就是那位恶霸的人又来行凶了，他们手持长刀，黑色的脸，在教堂的火焰中影影绰绰，活像一群魔鬼。他们就拿着火把要逼的说我要把它拆掉干脆用烧的，因为当时用竹子做的房子要烧很好烧一下子就全部烧光了嘛。在那个危急的状态之下说，我料想他们不敢攻击外国人，你看他自己也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的凶恶吧，所以想冲出去，但是立刻被指向我们的长矛所逐回。在刹那之间，我手中所抱的棉被来保卫自己不得已退回房间，站在床边的时候，一只长矛飞将过来，刺在胸口，距心脏只有1寸。另一只矛刺中了我的大腿。反正说那个时候就是
千钧一发，在危险关头。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动工哦，他说：“此刻房里的已经充满了烟，干草铺的屋顶也着火了，会堂全部火焰的包围中，暴徒们举着刀矛从我逃出去。”但是神在这个时候神迹了，就是他在见证这个神迹。他说：“出乎意料的，他们忽然向右边退去，因为那时候起了风，那也不是烟焰的熏制。你知道火一大，对不对？我们都要背风处才不会被熏到嘛。竟然那些恶徒本来要冲进去了，突然间那个风从那边吹过来，哇，整个人热得不得了，大家都跑掉了。神在那边动工。他说：“我身上只有睡衣，就跳出门去，爬过了左边的一个土缸，跌到了坡下的浅水沟中。我一半失去了知觉，躺在那里就1-2分钟的时间，因为寒冷周身发抖。”你如果有机会去白水溪教，你就发现白水溪教就建筑在一个小山坡上面，真的下面很多坡坎一滚下来就是因为滚下来，那些盗贼就看不见他了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半夜在等天亮的时候藏在那边。他走到当时的嘉义的县府衙门去告状，说你们怎么可以容许那些地方恶霸把教堂烧掉了其实烧礼拜堂不是唯一这一件白水溪教会，在台北那边更多你们如果在北部生活就知道说，当时的什么新店教会啦，当时的我们的万华以前叫做艋舺那些恶徒更严重就把整个房子拆掉所以当时的那个马街牧师也跑去跟那个政府抗议到时候当时清朝政府竟然管不住那些恶徒只好赔钱，很像庚子赔款一样不得已我们的暴徒把你们的房子拆掉了，我赔钱给你盖吧。当时马街也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说那种遇到那么严重挑战的时候，那个坚韧。好，其他时间因为时间不够，牧师简单的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叫黄约西的，他葬身在澎湖黑水沟的宣教者。我们知道台南神学院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院长，叫做黄章辉牧师，因为他是华人或是台湾人的第一个任院长。他的祖父叫做黄能杰传道是台湾早期少数被设立的传道之一，就很早了他还是神学生就要派出去工作了去传福音了他就跟黄生儿传道，在1886年被派到澎湖去，要搭船当时就是也是这个甘伟林，他曾经先到澎湖去设据点的，那甘伟林要回来嘛还有他们接下去工作，接下去服事。这位就是黄能杰的太太，叫杨妍黄能杰。第二代就是他的儿子叫黄世命牧师啦黄世命也是教界非常出名的牧师，他曾经在我们的长荣中学工作，也在我们的东门教会工作过这个是第三代黄章辉牧师，他是2次大战之后回到台南当神学院的院长。好，他的故事怎么说呢？就是简单的故事说，1887年农历8月12号，他们有一个黄能杰带了他的太太杨妍及儿子黄约西跟黄生儿传道母女呢，一行5人搭船往澎湖的途中，8月12号农历就是中秋节前后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最容易台风的地方的时候，在13日遭遇到台风，整夜被风浪袭击，危险万丈。到了14号早上，船被滔天巨浪覆盖了3次，几乎要沉没，不得已更改航线前往附近的小岛，叫西极岛。西极跟东极离我们台南很近现在有一种观光航线，你从马沙沟或是台南安平可以搭那个快艇或是海钓船一出去往西走就可以看到东极跟西极。
好，再加上2个小岛，现在是南方4岛变成国家公园了。国家公园看不到山上面的那些树木，它的所有的公园就是在水底下。所以水里面的珊瑚礁啦，所有的鱼类你都不能去动哦，因为那个等于是你到国家公园不能随便摘树叶摘花一样很漂亮。但是那个地方就是黑水沟，黑水沟，哇！平常风平浪静的时候，那边黑水沟就是好像那个水滚一样啊，噗噗噗噗噗，一直很风浪，而且水流很严重就叫黑水沟。他说他们在那边避难，本来想是不是能够在那个岛边能避风，但是没办法，船还没靠岸就触礁解体了，船上跟货物都掉下来。很可惜，当时的居民可能贫穷吧，他们看到人跌到海里面不救人了，是先抢货物但是这个故事是他们自己当时回忆写的岛上的居民见状皆蜂拥而至，讽刺的是他们却优先捡拾或是抢夺货物，不顾大浪中快要浮沉的一个旅客。然后还好有一位许凤的渔民呢，奋勇的搭救黄能杰的妻子，跟黄耶希上岸。黄能杰则抱住了船轨而被救起。黄申河的传道的妻女安然无恙。可惜呢，这位黄耶希因为浸在水中太久了，他获救太慢，上了岸就断气回天乏术。黄约西虽然很年幼，却成了第一位因为澎湖宣教而殉道的人。那个时候要去澎湖是一个大困难呢，有时候因为他没有动力，当时没有机动船要从台南出去要靠风向，要看西南风才把帆船吹，也是要好几天才会到澎湖。看起来就是一个简单的水沟，现在我们开那个海钓船才1个2个小时就到了，当时要3、4天到澎湖船务营。这位黄月熙，有人见证说他快要断气之前说：“哎呀，我看见主耶稣来带我走了。”很感动的故事。他的应该是算是，他就是照理讲就是黄章辉牧师的阿伯啦，只是说小时候就过世了。然后他的弟弟就是黄世命牧师好，那最后一个跟牧师有亲戚关系的，叫做夏雨传道师。为了宣教而亲子相立的夏雨传道师，这个夏雨这个名字就是跟早期的夏商周的夏雨同样的名字我要叫他谁呢？他叫他伯祖父啦，他就是夏中间牧师的爸爸。当时在2次大战前后就开始在澎湖离岛工作。这个是夏雨传道，是我从一张大合照里面把它截图下来的当时还年轻那个脸跟现在的夏中间牧师蛮像的这个是他当时也是合照所截图下来的。这位就是夏中间牧师，真的很像因为当时呢在澎湖宣教，当时其实整体的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就不高了，更何况在澎湖。所以他当时受派在澎湖，因为谢礼很有限，不能为生，所以我的伯祖他孩子又多少兼差捕鱼啦、养猪啦、养鸭来贴补家用。但你一忙就教会顾不了那么多嘛，没有办法专心牧养嘛，可能又会被长职啦，会被会友嫌弃说你到底在传福音还是做上帝的工，还是为了养活自己真的有时候很没有办法分得清楚，对不对？就现在很多原住民的教会就这样有些牧师他教会谢礼不够他只好去上山种田去种水果甚至去打猎。去年还是前年，不是有一个牧师他上山打猎到现在还没回来，到底消失了，就失踪了，找不到人了。好，那我主要讲的是说，当时教会的人却认为他不务正业，没有传道人的样子你种田抓鱼怎么像传道人呢？其实不要说他了，
牧师有时候骑机车出去，人家说牧师你怎么是这样子呢？好像觉得牧师穿这样才算牧师啊！啊，牧师也要吃东西啊，也要去打球啊，骑机车出去戴安全帽，哎，人家说不像牧师啊。那何况说他是一位在当地就是要抓鱼啦、种菜啦，所以他后来很伤心，只好离开。我们说基督教协进会的总干事夏中建牧师，他是他最小的儿子。他回忆当时的状况，充满感伤。他说，当传道的人的父亲无法养活一大群小孩，所以要让他们好好的教育读书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堂伯啦，就是夏中建牧师的哥哥，他们也是当时没有办法受到很好的教育，只好去跑船或是做一些当时澎湖人做的工作，是因为神恩典呐，就是当时的小孩放学回家要帮忙割草啦、捡番薯啦、捡那个海边的螺丝啦或是钓鱼回来当菜。当时就是因为芥菜种的孙理莲牧师母，她不忍心看到传道人如此没有尊严，所以把夏中建牧师等几个比较年幼的说，这样好了，我帮你照顾，把他的一个哥哥还有2个妹妹都带到台北去哪里啊？他芥菜总会设立一个育幼院，就一起跟孤儿一起照顾。你会发现说，原来夏中建牧师他讲他的回忆录，讲说当时他很气他爸爸妈妈，说我明明有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丢在这个孤儿院里面？不知道父母亲的苦心呐，也不知道当初孙理莲师母这样的照顾。但是神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之下栽培出了夏中建牧师。虽然他没有办法在长老教会服侍，但是他成为这一代很多教会的一个服侍者，这是神的恩典，让他有机会发挥出来。他后来知道说父母亲对他的心意，他就整个释放了。不然有段时间很叛逆的，说不定他不止不能当牧师，还当黑道也不一定哎。但神就改变他，让他了解父母亲的一个爱心或是那个委屈的。那牧师分享这些故事，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宣扬喜年的福音，不是一讲一讲就好，是因为你要被神的恩膏所祝福，所以有神的同工，你传福音就有力量。期待我们富强教会要迎接50喜年不是口头讲一讲是很多门徒被兴起，很多有恩膏的弟兄姐妹被神所差派，愿神赐福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就开始要来做医治的这个服事请大家预备。我们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服侍你，一起看见神的福音是何等的奇妙。这个喜年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因为有耶稣的同在，有恩典同在，又有神迹随行。主啊，让我们勇敢的发现我们为主所做的不会白白浪费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接下来我们要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服侍祷告。主啊，让我们勇敢到你面前，因为我们确信神的神迹恩典也要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被差派，愿意被呼召，愿神恩典跟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名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请我们的服事同工，我们的敬拜团拿麦克风，一起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先唱这首诗歌之后，愿意接受服事的楼上4楼的，我们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请长老代表我们的代祷团队都预备来服事唱这一首全能医治者。有没有影像？我们看周报也可以。主耶和华，我医治者，陆续可以到前面来了。全能医治者，他以华名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第2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代祷
小组长都可以出来。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使我尊来医治我。我们唱第一节再唱一次。主耶和华，愿意受服侍的到前面来，我们也请同工预备。医治者，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我们音乐小声继续，我们请同工开始来1对1来做服侍，按手服侍，或是听他的带导的事项。我们在简短的这个轻轻的音乐当中开始来做服侍。如果还没有轮到你，就安静在前面前因为我们的服侍者第2堂比较少一点，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开始来做这样的一个问答了解。我们可以轻声的再继续唱。那如果还没受服侍的在原地，我们有其他同工会帮助你。我们再来轻轻的唱这首诗歌，1节2节来唱。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这个时候，我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一个同样的做服侍者，我们请站立起来好吗？站立起来，我们举起你的右手，祝福的手。我们为前面的弟兄姐妹祷告，为你所关心的亲人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我们确信祷告的能力要借由你的付出同心，我们要看见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为自己所关心的或周报里面有需要代祷的，愿神亲自降下他的医治。感谢主，我们继续持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神的恩典给我们同在。来医治我，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我神，来医治我。还有一位，好。我们继续祷告，继续唱诗歌。来医治我，还没受服侍的可以再摇摇手，有同工可以帮助你。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哈利路亚！神听我们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还没服侍，还没被服侍的可以摇摇手，我们同工可以帮助你。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者，你发明来医治我疾病。哈利路亚！我们继续祷告，同心来再唱这一首诗歌第1节。主耶和华，我医治者。他是全能医治者，他已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主耶和华，我医治者。第2节，你是我神，来医治我，你是全能医治。发明来医治我疾病，你是主神来医治我。哈利路亚！感谢主，牧师来做一个回复的祷告，一个宣告的祷告。亲爱的父神，你怜悯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苦处，知道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有心中许多的难处，愿神听我们的祷告，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是受服侍者，或是服侍别人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
你应许我们，当我们同心聚集的时候，你就要在我们当中。你应许我们，主耶稣受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主耶稣为我们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神啊，是这样的信心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时时的宣告，时时的祷告，知道你要垂听我们祷告，用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神啊，求你接纳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所做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次所过的路径，都有神的恩典随着，你的恩膏随着，你的油滴在我们的身边。感谢赞美主，奉你们的祝福，也求神听我们的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你的应许，你的医治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坐，请坐，谢谢。我们请执事先来收奉献，我们接下去的事工。这时候我们同来奉献。我们一同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一同来背诵我们本月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哈该书2章9节，我们一同来念一次。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章9节。我们翻开我们的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的主理是夏牧师，其他的同工，我们请注意时间。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本会消息：今日为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长兴教会陈信昌牧师，他代表神学院来本会证道，在第一堂的礼拜当中，请安跟募款。台南神学院是培育全职传道人，在各项福音事工上的人才为重要学府，一向受到本会的热心支持，请兄姐为该院事工关怀代祷，并踊跃为该院事工进会来奉献。第二，本会为大斋节其第5主日，请预备心迎接4月2号到8号受难周与复活节。受难
周节期，教会节期中最重要的就是纪念主耶稣受难的受难周的节期。今年受难周是在4月2号到8号，是棕树主日，4月号开始，期间一逢清明年假，教会在每年受难周都呼吁大家避开参加喜宴及欢乐活动，并在这个时间用严肃敬虔的心读经、灵修、祈祷，审思主耶稣受难的意义、信仰意义，并参加各项聚会，经历主耶稣的受苦与救恩。第一小区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预定在4月6号星期四晚上7点半在太平径教会举行，欢迎兄姐踊跃前往参加。第3点，大斋节受难日前40天的连锁禁食祷告已进入第5周。以下的有1、2点的一个文字，我们自己来看。第4点，本会定于4月7号礼拜五举行全教会性耶稣受难日礼拜，晚上在8点到10点，在我们的敬拜中心4楼举行耶稣受难日礼拜，由代祷团来承办，主题十架耶稣，透过诗歌默想祷告，与主同桌，敬邀全体兄姐预备心参加，用敬虔祈祷的心来纪念基督为我们世人所的受难，定十架的救赎恩典。第5点，本会定于4月9号主日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及圣餐及洗礼式。本会将在4月9号上午9点合并为一堂礼拜，由管弦乐团伴奏，圣歌队献唱赞美复活主的清唱曲。欢迎兄姐预备心参加礼拜。第2，圣餐洗礼式，本会在复活节当中将举行圣餐洗礼式，请兄姐预备心与主同桌，领受主耶稣救赎恩典，并请要参加成人洗礼、小儿洗礼、坚信礼、信仰告白及我们在4月2号前向我们的干事来索取报名资料，以及个人的照片安排学道班。第6，敬邀参加4月12日21号礼拜五晚上8点有一个基甸讲座，意犹未尽。以下的有文字的说明，我们自己来过目。第7点，还有第8点，以下的文字我们自己详细来自己阅读。第5页的2023年第1期奖学金及2022年读经及背诵京剧完成的奖励，这个等一下我们请牧师来主持。我们翻开第6页，有门徒培育事工研习教会消息。第7页有牧区团契消息，有松联主日学及提摩太牧区。关怀代祷事项有3点，我们持续的为了我们台湾内政以及外交，我们国家的复兴来守望祷告，也为我们的本会的事工以及国度的福音来代祷。第3是我们以下有兄姐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个病痛，以及休养当中，以及在接受治疗的当中，我们都常常为他们提名来代求。我们翻开第8页，第4点，请为我们南部缺水严重我们台湾南部地区因9月下雨，水库已呈现缺水的讯息我们呼吁大家能够尽力的配合，在我们新一季的有足够的雨水来供应我们为这个我们南部的缺水来线上代求。
我们接下来是中总会的社区消息，我们自己来看。第8页、第9页有我们上礼拜的一个奉献征信有出入的来跟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下我们请牧师为我们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为了节省时间呢，我们看第5页第5页这是我们今天要颁发这个奖品因为人很多所以牧师要请1、2位来做代表。那我们也请各小组的小组长借这个颁奖的名单你们自己掌握，然后向办公室来领取这些小礼物我们等一下读经跟金句各有1位同工来负责来接受。那我们第5页也有奖学金奖学金，但是有些都外出啦，读大学啦。你看这个甲种的有16名，乙种的有2名少年团契有8名等一下也要请在场的王汉恩还有郑彦群来代表要来领奖我先做报告请预备好的到前面来预备还有我们要请2位读经的周锡安小组长，还有吴明哲金句的部分，等下到前面来，牧师把补充报告讲完了我们再来做颁奖，这样就节省一下时间。首先呢，要来恭喜了我们昨天有为品君跟凯丽举行婚礼，很温馨、很热闹的婚礼。他们今天有来参加礼拜，在哪边？来拍手鼓励祝福一下。哎呀，恭喜恭喜好。请坐他们是属于泽荣小组的泽荣小组，他们这个家庭他们2个在我们的仁和路开了一个深空的一个早午餐非常的很好的一个餐饮欢迎有空可以去那边去那边搞关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是2年前就已经登记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已经有一个可爱的小朋友。不过最近这2年我们很多新婚的都先登记，然后再来补行婚礼，是因为觉得到神面前来誓约是最棒的也是等于是重新确认这个婚姻誓约。感谢主，恭喜他们2位愿神赐福好，那牧师在这个网络上这个投影片上有几点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教会邓瑞玲姐妹底波拉小组长，她的爸爸叫邓正新长老，在3月10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受92岁。那昨天先举行的入殓火化仪式还有安放了不过他们要追思礼拜是在今天下午，所以我们的圣歌队下午又要赶过去嘉南教会，是3点。刚刚有人问我是3点开始，不过可能要早一点到了2点半以前就要到，这样位置才够坐请为瑞玲小组长他的家人代祷，求主赐下安慰好像瑞玲老师还有我们的龚医师有来是不是？好，在第一堂好，没关系。那我们去为他祷告，我们请我们的圣歌队员准时出席去唱卫歌那有几张图卡，再做一点提示了，等于牧师唠叨叮咛了第一个，我们有40天的连锁祷告会我们继续还有剩下2周，大家能够把它执行完毕。牧师一个提醒说，如果你没办法进食，没关系，用那个代祷单，在当天为这些所列举的事情代祷，因为同心的祷告，神会祝福那剩下2个礼拜，大家能够持续。第二个是我们在4月7号，耶稣受难日，我们要举行受难日的礼拜，在这里我们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第3个是我们在复活节4月9号要举行一个赞美礼拜，我们的圣歌队、我们的乐团要特别举行一个诗歌的献唱。那天要洗礼跟圣餐请大家务必留下来。当然只有1场9点开始，所以我们第2堂礼拜的要早一点起床，早一点来参加还有一个就是蛮有很棒的一个讲座，叫做以犹未尽，不是意犹未尽，是以犹未尽。因为这位年轻人很有趣，他很喜欢去那个以色列当背包客，
他的故事很有趣，因为牧师认识他，他是以前牧师牧会的盐城教会的青年，他台湾读书读不好，因为台湾的教育他是不适合，几乎要被退学留级的所以妈妈只好把他送到美国去。竟然神给他那么大的恩典，他不只是创业，在美国跟他哥哥设立一个很大的一个电脑零件公司而且还回来台湾，他又设立了餐厅，去以色列背包客旅游，引进了很多以色列的艺术品。然后他在我们时间有写4月我们在复活节过了复活节过要在这个4月21号晚上，那一天晚上刚好是我们的堂外聚会如果你各小组长可以说我们来听他的演讲跟他的见证，然后其他额外时间你们在堂外聚会也可以就2样都兼顾就对了啦欢迎那一天来参加这个见证会，欢迎大家好，那其他的报告呢？因为时间不够，牧师要来补发这个礼物来，我们要请2位代表，燕寻同学、汉恩同学，还有我们读经的席安兄，还有明哲兄读京剧的，我们一起来到前面来好吗？我们颁奖给他们来，请到前面来。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吟唱颂咏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吟唱后，我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你神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现在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带领，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我们请做默祷来避会。我们第2堂的礼拜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一同起立来互相的请安，愿神保守带领大家。